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警方伫桃园抓到人对越南进口混油啊，做分来卖，查扣24万外基分，加3000外公斤的混油啊。总统参选人民众党的郭文地甲国民党的侯友宜，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昨3个人见面，也毋过安怎合作，都无共识。台北市桃园工会前理事长王建祥标到南港大楼的废土处理，所甲废土再去中南部乌白道赚将近2亿。新闻先来看，警方伫桃园查到一间做粉的工厂，嫌犯对越南进口混油啊、下卡料做粉来卖。警方查扣24万6000外支光好的粉哦，佮有3000外公斤的混油啊。专案是以违反混酒管理法，移送桃园市的财警局来处罚。宝山的员警入去到一间大铁厝的仓库，查到真侪薰草原料，这拢是要做薯粉的薰草油啊。这个薰草本身毋若品质真歹，现场的卫生条件也无讲介好。大蟑螂！来，我来处理蟑螂。翻动了。警方出动规大阵人去清点，查扣的粉有24万6000支，另外还有3275公斤品质较歹的薰草油啊。这寡原料拢是涉嫌生产薯粉生蛋饼仔囝，甲一名姓邓的进口商挂来的。明知低劣烟草、下脚肥料，系供农作用途，进供给地下烟厂制作劣质卷烟。案经专案小组征收烟草流向，发现为郑姓父子所收购。警方表示，这寡薰草油啊是姓邓嫌犯对越南合法进口的，本地是要做肥料甲赶糖使用，所配合细蛋饼仔囝去生产薯粉。警方调查，这细蛋饼仔囝今年4月伫桃园平定含孤山违法设2间薯粉厂，这薯粉做好势，烧起夜市啊，还有擦拉漆，价销平市价俗迄一半，销路是真好。在桃园地区多处隐秘地点设立地下制烟厂及仓库，并首度发现使用机动性高支小型制烟机组，借以提高流动性来制造断点。警方推算，这寡原料含薯粉会当做24万外包的薯粉，偷走税金额有1385万。关问了后，依照涉嫌违反薰酒管理法，移送桃园市财政局裁罚，上重会当罚到1000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公费的流感疫苗第2阶段，今仔开始做，对象是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的慢性病大人。疾管署表示，讲有合资格民众哦，除了会当去全台湾4000外的合作的病院诊所注射，今年哦嘛搁再甲专人卖场来合作，全台湾是有80间专人的门市，嘛会当做，搁有礼物通摕。做一针就会当预防感染流感病毒。全联南港旗舰店初一早起提供300支高端流感疫苗，有未少民众透早就到超市买物件，顺便注疫苗，也可以当得到一罐岐山金蕉加一罐控抓水。我是到现场才看到它是高端啊，所以没关系啊，因为既然都是政府可以让民众可以打这个高端这个疫苗的话，那我想都是安全的。因为有提供打疫苗，就应该来打，防护力会比较强一点。疾管署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拢总卖698万支，第2阶段为11月7日起开始做，对象是50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那为着增加民众便利性，除了全台4000个注射合约院所，今年佮甲全联福利中心合作，伫全台80间门市设置疫苗注射站。疾管署长庄真祥也到现场比起抢位带头注疫苗。
50岁到64岁，虽然这个它并发症的这个个案比率会比65岁以上低，但是会比一般年轻人还是高。董金雄强调，今年是新冠疫情解封了后的第一年，真可能因为免疫负载反苦，流感为秋冬流行，变作是规年流行。那做疫苗是预防流感上有效的方法。做了后，保护了会当大家百姓，好有符合公费资格的民众赶紧做。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哲、甲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三个人昨半暝见面。也毋过总统人选要安怎来产生，嘛是无共识。郭文哲嘛表示讲除非国民党提出明确的方案，无嘛毋免阁见面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伫下晡2点嘛去选委会来交参选的联署书。到婚姻好买参访头头工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提出要甲劳动津贴增加到一个月1万块。侯友宜提出农业的政策，也毋过31案，侯友宜、朱立伦、郭文哲三人见面。若被合的总统连选政见如何，双方敢若是一个瞧袂好势。我们不要再去坚持旧有的方式，所以面对政党协商，两党的主席都要去思考，如何用新的方式，能够共同往前推进。各个层次的选举，不管是县市首长、民意代表、立委，都是用初选。今天有什么理由突然要换一个方式？没有理由了。我觉得这样啦，朱主席自己想好再来讲。郭文哲直接讲，若是无明确的方案，可能以后唔免阁再见面。民进党是独立的政党，也是继续向前行。伊继续提出能源政策，也批评蔡政府对核能的立场。伊若想要独立参选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按算伫咧初一下昼2点送联署书，伫早起也去慰问志刚。在没有联署之前，任何事情、其实议题我们都不要分心。我讲过，我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把专注做，尽我的力量做到最好。赖副萧美琴是你心目中第1名的副手人选吗？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早起是到新北市蘆洲应联寺参拜。赖清德伫咧电视专访的时阵，第一遍讲，自美国代表萧美琴伫咧副手的名单内面是排头名，也毋过对媒体的追问，伊是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法务部统计，台湾的电信诈骗案最近3档就成长3.6倍。民众党团是批评讲 ，NCC 拢无提出具体的作为，要求讲应该爱定专法。国民党的立委早起伫立法院嘛，针对假信息是愈来愈严重，要求 NCC 爱加强门号的源头控管哦，嘛爱跨部会来侦办。有民间企业最近公布一份2022诈骗解析。全世界通信诈骗量超过4亿次，其中感情诈骗的比例继续创新高，要到8成。在野党批评，在台湾，亲像电信诈欺案件3年来也成长3.6倍，不过并无看到 NCC 有什么具体的作为。数位的专法来，特别是像上架的平台，它也要涉及到刑法上面的特别的一个角色，甚至是刑责，这样它才会觉得他也是这个加害或帮凶。民进党批评 NCC 伫最近讲，电话号码开头加886被动来比例是9成以上。不过看今年1月到8月，新修电信诈欺案件有15万外件，估计全年可能要加20万件。政府的作为无够积极。国民党立委也讲，诈骗集团利用无记名的网卡来犯罪，和追查真困难。NCC 应该自源头来控管，可以使用台湾地区、中国地区、台湾大哥大、中华电信，而且根本就是挑衅。下面还有写说谢绝诈骗集团诈骗用途等犯罪行为，请勿购买。不此地无银300两吗？他没有任何的登记，所以第一个要处理的这个非实名制的部分。NCC 强调，目前针对电信诈欺提出，请电信业者甲考验门号动来，对国华卡来电话增加无音警示等措施。也利用诈骗关键字，一个 AI 技术分析，加简讯动来。今年以来也发送1亿2000多条的简讯，提醒民众爱注意诈骗。记者综合报道。
疫情解封了后，佮加上战争、通货膨胀等影响哦，全球拢定定的欠药啊，咱国内嘛是。小数今仔的正式公告修正药事法的第27条哦，一寡必要药品的清单，扩大必要药品计共有481项，新增加117项哦，新增加上侪就是抗感染的药物，所以嘛提醒药商哦，都爱提早6个月来通报欠药啊，无上侪是当罚新台币30万。受到俄乌战争、新冠疫情甲通膨影响，毋但是台湾，全世界各国拢共款面临着欠药的危机。为了要强化药品供应减少，食药署伫今年7月17有告，并且伫咧11月初1修正药事法第27条之2必要药品清单，扩大必要药品的品项总共481项，新增117项，删除34项。循心律不整药品这个 adenosine 大家也知道之前有缺药过，那我们也是觉得说，这个是有这个必要列入那个必要药品的清单。好，那还有治疗高血压及心衰竭药品，Clonidine 口服剂，还有 Minoxidil 口服剂等。食药署表示，这边修正清单主要是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国内专科医学会等建议，甲医疗机构急症病人上需要药品、药品的项目，一个药品的医材列做独备药品。疾管署也建议，就要先增加抗感染药品甲疫苗，所以这边先增加上最前3项，分别是抗感染药品29个品项，抗肿瘤加免疫调节剂总共19项，一个心肺梗疾病总共12项。这个准备这些400多项里面，就有一些抗感染的，是经常性的缺货，你列进去有差吗？还是一样缺？所以他公布这个，我觉得只是好像让大家安心。食药署讲，药商若是有经过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公告强制必要药品的许可证，但是若是有无法度继续制作、输入或者是无够供应这项药品的情形，就要提早6个月通报欠药啊。若无相关会当罚新台币30万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人才服务中心今仔启用，万国会当方便外国人来到台湾哦，唔免为着要办驾照、税处、办信用卡等等四界走踪。未来这个服务中心会当来提供所有的服务。Talent Taiwan 国际人才服务及延揽中心 ，Talent Taiwan Now We Are Open。锁定外国专业人才、交外省、甲外国中介技术的人力3大类的对象。Talent Taiwan 国际人才服务甲延揽中心正式启用。到2030年，就未来10年，当时来讲的话，我们到底需要多少的国际人才来补足我们这个人才上的缺口？那我们就算给总统40万人。外国人来台湾，除了爱适应工作环境，生活嘛有真侪不便，为租厝的资讯、办信用卡、驾照、囡仔读册问题，甚至是成立公司做登记，若是爱找无共单位办理，就规个雾煞煞。延揽中心补充过去台湾金卡就业办公室的容量，规旁有专人专职的服务，创造全方位更加友善的环境。那么，透过这个中心呢，我们扩大服务的量能，服务的对象从原本的6000多位就业金卡人，增加了5.6万名外国人才和上万名眷属。跟我要求说要人才增加的，包括了张忠谋先生，他在很多的场合就说台湾最需要的是人才。2020年设立的台湾就业金卡办公室，每个月服务超过1500人次。2018年，全台湾头一年领到就业金卡 YouTube 创办人陈树尊，嘛亲身参加启用典礼。陈建仁表示，台湾在半导体制停等等的方面有优势的地位，不少国际大厂拢设置研发甲资料中心，总投资的金额超过2兆，所以人才会入来，而且留会调是更加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观光业欠工严重哦，业者望政府会当引进外籍移工。交通部嘛已经甲评估报告送予劳动部咯。初步评估哦，至少需要3000个人。劳动部长柯明春今仔是表示讲，目前是个评估的阶段，会来针对性别族群的冲击影响评估了后，再过来做讨论。伫疫情过了，国内外的旅游复苏，不过观光业欠人的问题一直拢无解决。虽然政府媒介中国零就业，不过效果无好。旅宿业者希望政府会当引入外籍移工。交通部已经甲评估报告送予劳动部，初步评估至少需要3000人。外界疑虑，我想不外就是
专案协助的成效不佳哈。那第二个是薪资待遇不足，选工挑工，并不是缺工，排挤了哈。我们中高龄还有2度就业妇女。劳动部长柯秉顺回应讲，正伫咧检视这项评估报告，是不是回应外界对影响中高龄就业的部分的疑虑。劳动部也会做性别族群影响的评估了，才会开会讨论。目前他们这些服务基层的人力结构确实是不足，中高龄的2次就业，我们也做了一些方案的处理，但是这还不足的部分。我们也有叙述理由，也有一个计算的标准，请劳动部呢能够参采。全台湾有那么多旅馆，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规定指定这些人到哪些地方去，或者是说这些人到底懂不懂中文？他这些人进来，他是什么都不懂，那是不是还训练？那语文上的沟通，我觉得这还有很多的后续问题。关公司强调，评估报告是反映业者的需求。因若女所业者虽然反映讲欠工的问题严重，但我也认为，到时若真正引入义工，是不是让正紧就开始工作，也是问题。冲击当然不只是就业的机会嘛，也是对劳动条件的冲击啊，尤其是礼数业啦，就是说叫得很大声，然后好像不想要改变他的劳动条件的那样的情形啊，持续让这个产业锁在一个低薪化。劳团是认为女所业也是有薪水上低的问题，而且若是引入义工，一定会影响到中高龄一个2度就业妇女，政府一定要先想好。对此，柯秉顺强调，会考虑各项评估报告，政策小组才会开会讨论，时间上紧伫咧12月或者是明年1月。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通风工会前理事长王建雄标着南港的世界民族大楼的废土处理也毋过伊说甲遮北部的废土再去中南部乌白岛，赚将近2亿。士林地检署今仔是起诉王建雄等63个人，嘛建议法院判重刑。一只的货柜车停伫路边，半暝毋困，载规车的沙石啊，为台北一路落南走车。他暗时也无人，偷偷甲垃圾土倒去较压条的所在，互因等线上的垃圾土有甲15万立方公尺。涉案的人一个一个红衣裳，连台北市土风工会嘛牵连在内。行伫上头前的都是迄当初的理事长王建雄，承包南港迄颗泥大型工程垃圾土的清运，涉嫌叫司机甲土载去分家南等等的所在非法乌白倒。包括伊在内有甲63个人，检方查1提起公诉。自109年11月起，至110年1月间止，以北土南运方式非法弃土，业经侦查终结，依法将63名被告提起公诉，并请求法院对业者等主嫌从重量刑。检方查出业者用每立方公尺900块的计数，标着清运工程，开一寡钱疏通土主场，叫对方囝配合，再搁甲车队交结，再去中南部乌白岛趁乌心钱。初步估计不法所得有甲1亿9千万。未将土方运往土资厂，而以每立方米700元至750元不等价格，透过赖车队群组呼叫司机出车，利用深夜将土方运至中南部各地弃置，近15万立方。检方大动作侦办，以废弃物清理法为着文书顶罪罪嫌起诉，要对救这的人趁乌心钱违法的手段，也要为破坏国土的环境负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渔林安全委员会9月底挂牌，早起主委陈东荣头一届去立法院报告，针对行政院长陈建仁昨讲渔林是立林的讲法，主委是表示讲渔林算是低碳能源。另外，针对执政党认为讲渔龙河嘛是未来的能源选项，主委是强调讲目前的商业应用阁未成熟。接任渔安会第1任的主委陈东荣早起去到立法院报告甲备询，就互国民党立委范美玲这期敢有适合？陈主委表示会尽量，不过伊嘛坦白讲无把握。针对院长陈建仁前一天表态，渔林是立林，渔林安全管制机关的态度又果是安怎？陈主委表示，敢是立林，就有严格定义。核能它是一个低碳能源，但是它不是绿能。绿能是在欧盟，它有比较严谨的定义。那么它其实要叫做洁净能源，主要精神就是环境永续。
推动恢复加远的执政党，包括后一届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加行政院长陈建仁，拢认为未来会当把无产生废料的核融合看作是能源的选择。核安会表示，相关的技术目前伫商业也无发展到遐尔啊成熟，也若有3位总统参选人表态支持核电厂延长加重启，即卖这个阶段敢有可能？我想核废料的问题必须先处理了，好，那这个才会有一些空间来做其他运转。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案，谈核1、核2、核3的研议都是空谈，是不是这个意思？是的。核废料的处理目前有关找无到方法，台电伫核一厂设置大型的设备，水保计划逐摆拢予新北市政府摕回来，最后透过诉讼台电胜诉。也毋过目前双方态度有关正硬，新北市政府认为应该爱停送计划，台电认为法院的判决无需要。针对这个问题，核安会表态尊重经济部的看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虽然新北市的核四厂已经封存，其实中麭、丁麭的公投嘛无通过哦。有环保团体甲在地民众是指出讲，当初为核四厂起的码头，造成附近的海沙堡缩小，有一些活动拢受到影响哦。所以民众是发起联署，要求讲先把这个码头拆掉。本来是上面是非常漂亮的黄金沙滩。这样子的结果是反而把那个底层的污泥给带上来了。住伫咧盐寮核四厂附近的在地民众，想起以前海沙堡的美丽风景，甲即马拢无共，是感觉真唔甘。环保团体指出，这是因为核四厂区的码头影响海流，才提出这款的效果。夏天吹东南风，把沙从福隆那边往澳底的方向带，然后冬天东北季风的时候，再把沙带回原来的福隆，所以可以海洋音乐季的时候就有美丽的沙滩。这个重建码头新建之后，产生了凸堤效应，把这个沙往北部带的北边的海岸带的时候，就带，因为有海堤挡住，就带不回来了。环保团体指出，核四厂区的码头会影响沿岸4公里长的海沙堡，连当地知名的活动沙雕艺术节、海洋音乐节，拢有可能受影响。今年6月5号的时候，那个新北市政府说，那个海洋音乐季不办了，因为腹地变小等因素，沙滩流失了，当然腹地变小啊。行政院也在同年的4月11日发函表示，核四厂的重建码头与盐寮福隆沙滩流失具有因果关系。环保团体现主事也伫公用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发起联署，要求拆除核四厂区的码头，伊也要求行政院、经济部、台电这个单位要重视这个问题。记者龚长随台北报道。开250亿台电离岸风电1期故障率真悬，21台有2台已经故障3个月了。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伫法院表示讲，目前是打开始营运咯，所以故障较侪。预计明年3月，大家愈来愈熟手，故障率会减少咯。台电嘛表示讲，去年风机可用率是无达到标准咯，嘛已经罚厂商8400万。国内积极开发再生能源。风力甲太阳能发电量成绩拢袂歹，不过有立委指出，台电离岸风电1期21台风机有2台已经故障3个月。外界质疑台电离岸风电1期开250亿，敢会变做无人通维修甲保养的风机？是不是所谓的故障率太高？离岸1期的部分在去年并网哈，那等于是它是一个新的机组。那并网的时候呢，那在相关的跟环境的这个调教，确实花了比较多的时间。那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很多机组还没有去发电。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台电离岸风电1期是去年合并的新机组。为着适应当地环境，用袂少时间。不过今年情形是比去年较好，按算到明年3月，就当调整到适合环境的状态。台电预估，离岸风电的发电量会为去年2亿8千万度，今年有关到3亿度。因为台电离岸风电1期有甲厂商拍契约，会当使用的比率若无达到标准，伫89%以下就会做处分。台电证实，去年已经针对有标准的厂商做裁罚。契约的要求的可用率是89%，去年85%少了4个%，对，每一个%就2100万，每一个%就罚2100万，所以现在是少了4个%，罚了8400万。8000多是。
针对外界这支日立风电机伫全球市场，敢若有日本甲台湾离岸风电一机有伫使用。这风机若是故障，敢会变做是无人通维修甲保养的情形。台电回应讲，双方拢有签契约，无论是维修或者是保养，拢有保障，毋免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执法安全会议2023年的台湾亚非论坛今仔举行，邀请38个国家250个司法人员甲专家学者参加。行政院长陈建仁伫致辞的时阵表示讲，目前民主国家面对假信息的威胁是真大。咱台湾伫过去连续10档拢是境外假信息影响上严重的国家头名，所以嘛呼吁民众都要特别注意。法务部调查局、外交部共同合办2023台湾亚非论坛，邀请来自38国250位司法甲执法官员，参专家学者来台，探讨维系区域安全甲打击新兴跨境犯罪。The Israeli-Hamas conflicts, Russia-Ukrainian war, and the China military exercise let us witness not only actual military operations, but also cyber attacks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will have become the most crucial demand of the attack and the defense in international battles. 蔡清雄指出，网络犯罪包括假信息、骇客攻击、电信诈欺、侵夺贵族、鸦片等等，拢是当前上猖狂的犯罪新形态。台湾会继续加强甲理念共款国家的合作，共同对抗威权强国以治安手段制造的规矩。Our government remains committed to further cooperating with democratic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and prove to the world that Taiwan is the most trustworthy ally. 陈建仁表示，假信息是民主上大的威胁。那台湾已经连续10年是受境外假信息影响上严重国家的榜首，所以政府将对于假信息依紧、标准、3原则强化澄清，也透过公私协力模式斗治防治，佮呼吁民众提高对假信息的警觉性，阻止有心人士趁机会分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玻利维亚总统将宣布甲以色列断交，这嘛是战争以来头一个甲以色列断交的国家。以色列是还未有任何的评论。哥伦比亚甲智利嘛调回驻以色列的大使，世界各国拢为着要徛对一边，有未少的争议。玻利维亚表示，会甲以色列断交，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的生命、和平、自由等权利的原则甲宗旨，参世界人权宣言甲国际人权中规定的拒绝任何无人道、残忍甲有侮辱人格的对待。De respeto a la vida ha tomado la determinación de romper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con el Estado de Israel en repudio y condena a la agresiva y desproporcionada ofensiva militar israelí que se realiza en la Franja de Gaza y la amenaza de la paz y la seguridad internacionales. 以色列为着保护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团体10月7日发动造成1404个就是也有人质防押走，最近香港弹炸加沙走廊，造成百姓死伤无数。国际社会像美国为当初大声挺以色列，到最后改讲人道救援优先。国务卿布林肯出席参议院听证会，就和反战示威者拍断发言。All of us are commit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 life. 自以哈战争以来，全球反犹太、反伊斯兰极端主义伫真侪地区继续爆发。31日，法国巴黎一名摸头巾的妇女伫地铁站内大声喊圣战口号，真主至大，阁有威胁性的举动。巴黎警方沟通无结果，因为危险无缓解，对伊开枪。妇女的腹肚着穿上衣。法国政府表示，会分别针对妇女甲警方武器使用情况展开调查。颠倒反犹太氛围也扩大摊开。巴黎几啊栋建筑红喷代表犹太民族的大会之称符合外界烦恼，犹太人住所红标记。法国政府强调绝对无用稳反犹主义。公司新闻文编译。再来看巴勒斯坦的医疗官员表示讲，以色列昨空袭加沙北部的难民营，造成50人死亡，150人受伤。以色列是解释讲迄当时是甲哈马斯伫地面的相战，因的目标其实是对方一个高阶的指挥官。加沙人逐天拢甲死神见面，失去囡仔的这位妇人人，伊脚的边啊拢是尸体。屋地内面装的是囡仔残破的尸体。
巴勒斯坦医疗官员讲，以色列30亿空袭加沙走廊北部人口正密的加巴利亚难民营，涂骹炸出一个大坑，造成几60人死亡。迄当阵，以色列地面部队正甲组伫咧庞大地图网络的哈马斯拯救作战。 מחסלים מחבלים בהיתקלויות מטווח קצר, תוקפים מטרות בתקיפות משולבות מהיבשה, מהאוויר ומהים. בשעות אחר הצהריים, כוחות חי"ר ושריון השתלטו על מעוז מרכזי של חמאס.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赫克特表示，这场攻击的目标是锁定这个区域就位阶级正悬的哈马斯指挥官。以军指控哈马斯用建筑物暗号战斗人员、指挥官加武器。哈马斯是否认讲加巴利亚有400人死伤？ 这个所在是伫加沙市的郊区，是哈马斯武装分子加以色列军队加坦克交战的北部主要地区。自1948年以来，加以色列交战造成的真侪难民的家庭，拢是住伫咧加巴利亚。 انسجاما مع موقفنا الذي أعلناه مبكرا عن عدم رغبتنا ولا حاجتنا للاحتفاظ بهم أو استمرار احتجازهم في غزة. 30日下昼4點外，幾多輛飛機彈自加沙射向以色列。以軍表示，在過去一天攻擊哈馬斯大約300個目標，包括防空、地下軍營。哈馬斯是講，甲以色列地面部隊激烈戰鬥，以色列方面損失真慘重。加沙將永遠是侵略者縱深之地，被圍困的巴勒斯坦非地百姓已經面臨着人道危機，電力供應慢慢中斷。 受傷的人一直送去病院。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對國際社會停火呼籲是無佇咧插。對以色列攻擊難民營的任何細節，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科比講伊無清楚。不過伊講為着人道而暫時停火是有價值的。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 今年 APEC 會議11月中會喺美國嘅舊金山舉行。美國總統拜登嘛會喺 APEC 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來見面。外界嘛預期雙方應該有正激烈嘅討論。這是2022年11月印尼主辦嘅 G20 國峰會，美國總統拜登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見面握手嘅會面。在過了1年了，兩位領袖又閣將會喺舊金山嘅 APEC 領袖會議見面。 對雙方溝通的議題，中國外交部第一部長王毅結束訪問美國行程了，強調兩個國家就係等到1年前的巴厘島共識，進行有建設性的對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30日記者會上重申，中國反對台灣獨立，並且強烈要求美國方面遵守所謂的中美3個聯合公報。通往舊金山不會是一馬平川，不可能靠自動駕駛。 為此，雙方要切實重回巴厘島，把兩國元首的共識真正落到實處，排除干擾，克服障礙。對美國白宮發言人尚皮耶也講，雙方都預期這場國峰會兩位領袖一定有激烈的討論。 Our policy and how we move forward with China hasn't changed. This is intense competition, right? That we have said that we want to move forward with China. We understand that, and intense competition means intense diplomacy. 面對記者問講，這場峰會是唔是講到美中貿易戰，包括關稅、晶片供應鏈等問題？美中雙方是攏無講到具體詳細會談內容。公司新聞徐嘉玲編輯。 台灣甲日本有32個共名的火車的車頭，雙方的松山、龜山、關山、田中站攏已經是姊妹站咯。今仔台中市的日南車頭，嘛甲日本宮崎縣的 JR 九州日南站來成做姊妹站，嘛幫講做伙來推動鐵道的觀光。 在地表演樂團演奏快樂的出版，這首源自於日本，在台灣也大家攏真熟的歌曲，慶祝台鐵局日南車站，甲日本 JR 九州日南站締結為姊妹仔站。日方包括日南市長高橋拓，也有 JR 九州宮崎支社長中島真介攏親身出席，希望帶動台日鐵道觀光。この後の姉妹駅の締結、このことは 台中市と宮崎県、そして日南市、その距離が縮まることを私は意味するものとそう思っております。結びに、台湾鉄路局の皆様の安全運行と、今日ご出席ご参列の皆様の幸せを記念して挨拶とします。今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日本九州二南站伫咧宫崎县，1942年开业，是知名观光列车海信、山信主要运行路线其中一站。代替二南车站是伫咧台中市大甲区，1922年落成启用，真特别的木造建筑保存甲真好，强列为市定的古迹。这也是台日铁道32个同名车站内底，伫咧松山、龟山、关山、田中站了后第5个地格的姊妹站。它的特色呢，就是沿着海岸线有一些观光列车的开行。那将来我们也会学习他们在观光列车推展的一个经验，来做我们在推导铁道观光旅游的这个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台铁表示，地格姊妹站唔但是当促进台日铁道文化的交流，也佫会使互地方发展，因为二南站也伫咧中部海线地区。未来无排除要来向 JR 九州合适，打造海线观光列车，吸引更较侪游客来到这。记者台中报道。桃园有民众看到动保处掠狗仔的车，有一只乌狗吊伫车的顶头哦。认为讲因是咧虐待动物，也毋过农业局是表示讲，这只乌狗哦是常常落去水沟啊，因赶去甲伊救起来，即嘛是要甲伊送去病院来治疗。伫相片看到。一台动保处的掠狗车伫咧路驶，不过车后壁煞吊一只乌狗，看起来真惊人。有一位网友最近伫咧 FB po文讲，最近伊开车经过桃园中立区雷霆5街206巷时阵，看到一只乌狗，颔棍拔掉的，吊伫咧车后壁抬走。就觉得很不人道啊！开车的人应该知道他在拖行狗吧？对啊，应该可以马上处理。会吓到，怎么会拖着那个狗狗这样子？可是如果说是他自己跳出来，那真的就没有办法。硬要说是那个救人的错，感觉也很奇怪，对吧？因为他可能也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地处动保处讲，迄天是一个出车处理流浪猫狗案件的半路，临时接到通报，讲有一只乌狗盘在水沟底无法度出来，要紧急优先处理。该救出来了，看伊身体正虚，也有一寡外伤，要送去动物病院治疗。敢若是再到半路，狗伤过紧张，煞跳出后道，发现了有赶紧处理，尾也有送去病院。我们后续的话，我们在车子管制车后面的缝隙，这个缝隙我们会加装一个铁网哈，那避免之后有类似情形的跳脱事件的那发生。动保处讲，这只狗即马生命现象真稳定，已经开始食物件，即马伫咧动物病院内面观察治疗。已经针对这件案件进行检讨，全面检视管制车的安全性，并且加强这群动人的再教育，避免这种情形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民众哦，伫街头看到外送员哦，伫乌多摆顶头装平板电脑，停车车顶的时阵呢，就用电脑来看戏。警察是表示讲，这款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上济哦是当罚3000块。而且厂房顶悬踩一支大架啊，内底佫放一台电脑。送餐人员等红灯，佫看线顶的戏出。共一个送餐人员顶个月底，就连续2天伫高雄的检定甲林仔了解，互民众翕到，互人口说讲是时间分配大师。不过安尼行为连其他共道咧走的送餐人员都无法度认同。还蛮夸张的，因为那个平板那么大，蛮突兀的，因为骑车这样会分心吧。当然啦、只是就他这样骑都没有遇过警察吗？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即马外送普遍，四界拢有看到送餐人员咧走，外送人员伫机车的窗花顶悬放手机、放电脑，想讲会当伫咧等餐，也是等红灯的时阵较袂无聊。不过若是伫咧骑车的时，佮照常咧背咧用，就已经算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如有以手持方式操作拨接、通话、数据通讯等行为，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之1条规定，汽车处新台币3000元，机车处新台币1000元罚款。因为民众翕到影片内底送餐人员无用手操作电脑的事情，警方恐惊袂当开罚，不过造成民众印象无好，外送别代表是暂停合作，而且送餐人员佫去接受道路安全训练课程，而且通过测验了后，才佫评估后续合作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
囡仔去公园佚佗，拢真爱耍迄种细玲珑，也毋过洗了伤过紧哦，人是有可能会互射出去。医师嘛讲哦，即种佚佗物仔年纪伤过细就毋通耍，因为可能会头晕、射飞出去，嘛有可能会脑震动，所以一定爱特别细腻。囡仔找起油具，爸爸出力，互油具360度来洗，最后佮用画圆的方式来转洗。又当抓袂条拨落来，另外一个同款是转洗型的油具，嘛看到男童挡袂条离心力拨落来，才惊遐画面，互边仔民众看了是真欢乐。离心力啊，我觉得蛮危险的，就是小孩子很容易摔出去，会飞出去这样子，所以通常我不会让小朋友做这种动作，因为我们家小孩才3岁，所以这种游戏我完全都不会让他接近。对，因为转小朋友可能会晕倒，那或者是他没有站稳就摔倒。医生讲，这样关缩来洗，有可能互幼童因为耳石脱落出现着晕眩症，嘛有可能当下着因为离心力伤大，导致囡仔跌倒出现脑震动，也是阿妈棍受伤的状况，其实非常的危险。很可能他之后常常会有耳石症、晕眩，好莫名其妙就晕眩摔倒。然后再来就是说脑部经过激烈的晃动，微血管破掉，那将来就是有类似头痛，甚至脖子的血管裂开，然后造成里面，例如说脑出血。经查影片，该孩童年龄未符合该游具使用5至12岁规定，公园处将加强宣导游具使用规定。来到现场会当看到公园内底有广告，这种游具要按5岁到12岁的囡仔才会当使用。高雄市政府嘛表示，公园内底游具拢有国家标准规范检验合格，嘛有分区来设定着使用的年纪，会加强来宣导，嘛呼吁家长着爱注意，才袂发生着危险。记者王刘婷、陈hen坤报道。宜兰县的环保局最近伫2地焚化厂的烟筒装 AI 空气污染的监测系统哦，要来加强稽查的效率。最近嘛会传出讲，宜兰的焚化厂已经在帮南投来写本色咯。也毋过，县政府是强调讲，这是行政协助，所以无需要经过议会同意。宜兰焚化厂烟筒港的上顶悬，会当看到县环保局最近安尼 AI 空污监测系统，监测范围有到8公里远，包括龙德甲基立干2大工业区，只要发现工业区有防飞沙、防飞溶液、雾霾，甚至是直接烧物件等空污的问题，系统都会透过来通报，由环保局派人去处理。那我们直接帮我们空出来，然后就是跟我们说哪边有人在投射，就是烧东西。在环保人员去烟筒港的上顶悬，会当看到监测系统一直在洗，向南洋边缘咧翕。根据环保局的统计，这套系统最近除了安在烟筒港的上顶悬，头城甲东山乡伫较悬的所在嘛有安。原本2021年，规年空污的侦证案是1161件，2022年已经降到757件。可见新的系统唔来当提高稽查效率，嘛当互民众较唔敢违法。透过这样的 AI 系统，能够对于一些异常的情况能够主动出击。那也希望这样的系统能够让我们现地的一些空气污染能够更加的控管的更加理想。不过最近传出因为南投县本所的问题真严重，环境部佫一概发文予宜兰县政府，请求协助代销差不多7000栋本所。外界质疑讲，县府这个举动是安怎免经过县议会同意？其实不是完全同意啦，就是这个应该是环境部那边来做这个相关的调度吧。这个应该是行政这边的协助。过去宜兰县嘛有甲花莲代销本所，县环保局表示，因为环境部来做相关的调度，县政府予因行政协助，无需要经过县议会同意。虽然已经开始代销，不过实际上代销的量也要确认，会伫当初讲好的7000栋的范围内，来甲因斗3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寿山唔但有山乌大的地形哦，佮有100外的山洞，逐当哦拢会限时限量来开放。今年专家学者监测，确定讲其中的4个山洞是稳定的，所以对这个月开始哦，就开放予民众申请。也毋过，就爱有专业的巡守员陪同，才会当入去山洞来参观。它在这里面水滴滴滴的那个石头在里面滚动，形成一颗小珍珠这样一样的，它自然滚动。专业的巡守员带头解说寿山金鹿石洞要安怎形成，因为寿山是石灰岩的地质，伫125万年前就形成金鹿石甲石条等地势地景。其中4座石灰岩山洞是经过专家监测是稳定的状态，这个大自然美景，这个月嘛开放予民众来参观。石灰岩体伊是属于这个碳酸钙的这个
这个材质吼，伊受到这个雨水的冲刷吼，会慢慢融化，了后伫这个下骹吼形成这个天然的这个洞穴。寿山园区自106年开始，但年11月到隔当年4月都会开放民众申请。其实寿山拢总有100外个石灰岩的山洞，不过干那开放这些个是考虑到安全，嘛袂搅了内底动物。早期因为无管制，煞出现民众去日子金鹿石顶悬。因为这个洞穴太亲民了，它各位走上来大概花不了10几分钟而已，所以太容易到达的地方，反而破坏最严重哦。那我们选定4个比较安全的，那经过环境监测 OK 的4个洞穴，所以开放给一般的游客。洞穴需要雨水来成长。第二个，游客进入洞穴因为有水易造成危险。但年拢游客爬寿山，因为无实在地形，致使受伤甚至死亡。今年就通报8位救伤，4位找无路，因为山洞加压贴，甚至是军事管制区。主管处就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家己入去，要有专业的巡守员陪同，除了会有性命危险，佫会面临3000块罚款甲刑罚责任。记者张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民国109年修订教师法，学校要按照教师改聘办法来处理无适任的教师。全教总是表示讲，新法实施了后，只要有人投诉，拢要按照办法顶头的调查程序来处理哦。因讲学校是教育机关，唔是法院，所以教师法应该要重新来检讨。学校越来越不像办学机关，反而更像一个办案机关。学校愈来愈成咧办案的机关，毋那高雄市教师工会安尼讲，其他县市的教师工会嘛真认同。因讲即马处理无适任教师连无签名的投诉，无实体的证据，学校拢着爱调查，召开校园事件会议。当孩子跟家长都认为这只是一个轻轻的提醒，完全不涉及不当管教的时候，教育局还是不相信学校，他还是认为这就要调查。他认为国教署一定会来追案，学校还是进行调查。那这事情怎么调查就很妙了，因为根本没有对象，有没有来做发个问卷看看，就有一点像乱枪打鸟。全教总表示，因过老师甲学生的冲突，透过教育辅导，百姓会当得到解决。不过3年多以来，学校的信任系统当咧豆豆放弃。那目前教师改聘办法当咧修法，教育部按算要甲校事会议调查小组的调查员拢找外口的人，而且至少要有一个有法律背景的专家学者。现在已经往整个学校都已经不被信任了，整个体制已经崩坏了。你再把这样子的一个唯一有教育的一个背景的，再把它拿掉，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办法的一个推动，我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全教总10月中要求教育部提对策，不过认为教育部回应无正视核心问题，才会伫半个月后搁再开记者会，呼吁应该爱全部检讨。不过到目前为止，教育部也未有新的回应。记者林晓慧、沈志明台北报道。高铁宣布讲，对12月份开始，提早买早鸟票爱贴身份证的号码，嘛爱签名。坐车的使用，嘛来对身份证件无合格，就爱补钱。高铁是表示讲，早鸟票的上价是拍65折，也毋过网络顶头所有人是买来转卖，所以对12月份开始，早鸟票拢爱做注记哦。订票的人名，佮有身份证的号码，坐车的时就爱做比对。那验票无过哦，就爱为补钱、补票价50%。再来看，为着保育台湾西部沿海的北海猪的族群，海洋委员会2021年开始，甲中部来协会合作，成立北海猪巡护舰队。有一个婚林的渔民，今年就回报讲哦，有看到北海猪11届哦。海保署嘛统计，2020年到达北海猪的资料库有69只的记录。今年哦，搁伫海上有看到5吨细只的北海猪。婚林的渔民尤景祥今年驶船出海作业，捌拄到北海猪真侪届，大家伊拢会甲渔船的速度放慢，用手机翕相录影做记录。尤景祥大部分拢伫麦寮六轻南北区，伊也捌一届就看到20多只北海猪。今年拢总亲捌看到11届，得到海洋委员会表扬。我不是刻意去等它，我都要出港或进港有看到，我顺便拍下来的。之前的50-60，到现在可能一个族群看到最大群的可能就是20-30只，
平常看到都是2、3只啦。为着要保育台湾西部沿海的北海猪，海洋委员会为2011年甲中部6区的渔会合作，若说渔民翕到北海猪，大概拢会提供奖金1000块。目前已经拢总有152笔北海猪珍贵资料，200个体资料库已经有69只。目前佫发现5点是北海猪妈妈带海猪仔囝。经过今年度的回报的资料，我们很高兴的发现说，白海豚生宝宝，而且白海豚的母子对，被拍摄到的次数也高达，我们至少发现了5个。这样的母子群，小朋友是黑色跟灰色的，中老年就是白色跟粉红色。苗栗观光渔船船长王世通表示，伊协助北海猪研究15档啊，不过因为海化山条件歹、环境污染、人为破坏等等的因素，让北海猪的数量明显减真济。若说渔船会当甲速度放慢、记录生态、提高渔民保育的观念，这对北海猪的成长也是真大的帮助。记者王伟雄、中华婚林综合报道。国际上有研究指出，讲退休的人有2成8会得到忧郁症哦。国内的精神科医师就鼓励大家，讲退休的民众就爱定定出门去行行，来放松心情。现在，我开始放慢脚步，享受过程，不再像年轻的时候只追求目标，更多的时间我会倾听自己，关心他人。为了退休时代心理健康，当时基金会和保家慈善公益基金会举办记者会，发布宣导影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老人抑郁症的比例占全球7%，但是有去看医生的高达1.3%。基金会推测台湾大约有209万外的老人捌因为忧郁症就医，人数是不正多。伊嘛鼓励民众量早为退休生活做准备，促进身体和心理的健康。长篇的文章、专栏的文章，或者是制作短片，或者是工作坊，让我们的年长者能够认识什么是老化，什么是老年忧郁，还没有退休的人及早做退休生活的一个准备，然后呢也会接受筛检，怎么样是老人忧郁。英国捌做过40年精神科医生的陈英兴指出，这些人退休了后，因为离开工课路，就失去成就感，甲互人需要的感觉。身体若无保养，嘛有可能会出现一寡症头，影响到心情。若是会当积极安排计划，做较早也未实现的梦想，嘛较袂定定有不足的情形。精神医学上认为，如果是情绪低落，1个月都不会好起来，这时候就是一个警讯。本来可以做的事，现在不能做了，这时候就是要去找个精神科医师。但英兴建议民众，若是心情已经影响到生活，就要紧看医生。基金会认为退休无代表脚步都要停落来，因认为退休是一段黄金岁月的开始。鼓励民众加出外行行看看的，也是去做志工等等，拢会当避免得到忧郁症。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越南的世界遗产下龙湾一当拢成几百万的游客，也毋过污染嘛真严重。来看纪录片旅游的大家，就是讨论旅游带来的问题。越南迄向是东南亚旅游的好所在，今年佫登上美国10大杂志全球上值得去佚佗的52个所在排行榜。越南北部世界遗产的下龙湾，以海上过林的绝美风景，去年吸引700多万游客，今年甚至佫有850万人的规模。即马缆车主题乐园、豪华酒店甲数千个新的主题组织开发，下龙湾生态环境遭到真大的冲击。Thì chỗ khu vực Vịnh Hạ Long ấy, nó cũng đang chịu rất nhiều những cái áp lực về vấn đề về môi trường, đặc biệt là từ các cái khu vực ven bờ, từ các hoạt động kinh tế xã hội ở các cái khu vực lân cận. Để nó có những cái hoạt động này thì cũng đều tiềm ẩn các cái nguy cơ mà nó sẽ tác động đến cái khu vực, đến cái chất lượng môi trường cũng như là cảnh quan môi trường, gây ô nhiễm rác thải và có thể là. 英國串流平台紀錄片旅遊真大計，去16個國家翕1000點鐘的影片，報道國際旅遊存在種種真罕古的惡魔，親像熱帶動物來滿足遊客好奇心。動物表演這項娛樂統計喺全球有50萬動物深受其害。也有另外一種所謂結合公益甲觀光旅遊，體驗在地無共款生活面貌的公益旅遊，和非洲、東南亞這散策國家的孤兒院數量增加。細漢囡仔
互人为亲生爸母身躯边抢走，只为了互有钱国家的先进人士赢过一个公益的感觉。The people that actually go on these trips, they actually want to do something good. They actually want to help. And then they're booking these trips that have a huge impact on young people when they have abandonment issues with people coming in and out of their lives. And we delve into that in the last tours, but also the whole child welfare issue with just groups stopping in schools. I mean, and kids doing performances and dances for tourism, for tourists and things like that. I mean, you wouldn't do that where you come from. You wouldn't just walk into a class with a group of adults and make children stand up out of their desks and and do a performance for you. So why would you do that in another country? 纪录片最后透过印度的葫芦计程车行、泰国清迈大象自然公园、秘鲁马丘比丘周围山城的传统吉普川，让观众看到国际旅游会产生的正面影响，就是改变无好的消费方式，甲在地人文斗阵共创双赢。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